哇，啲嘢好重啊！抗戰勝利80周年，其實仲有幾多人會知道㗎？哎呀，弊家伙！對唔住啊，伯伯，有冇整親你啊？哈哈，冇事。年輕人，你哋係為抗戰勝利80周年紀念活動做準備嗎？想唔想親身感受一下不同時期，亦係抵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、規模最大，而且係近代民族解放鬥爭中犧牲最多嘅故事呢？吓？跟我嚟啦！呢度就係我哋拼命守護嘅香港。從1931年9月18日918事變開始，日本武力佔領中國東北全境，從此開始咗長達14年嘅日本侵華戰爭。到咗1937年7月7日，即係77事變，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，中日全面開戰。日軍一直南下進攻，直到廣州淪陷。而當時我就係作為香港保衛戰嘅一份子，努力咁抵抗。雖然我哋大家都上下一心，但始終都阻唔到日軍入侵。最終到1941年12月聖誕節，香港淪陷，開始3年08個月日佔時期。呢段時期係全港市民集體經歷嘅最黑暗歲月，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受害者。呢段記憶亦成為香港人抗日歷史中最沉重卻又最光榮嘅一頁。日軍最後於1945年8月投降，香港市民先脫離呢種黑暗日子。而1945年9月3日被定為93抗戰勝利紀念日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係2014年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。年輕人，希望你哋都記住呢段歷史啦。頭先發生咩事啊？個伯伯去咗邊啊？但呢個穿越體驗真係一個大震撼啊！抗日戰士嘅勇氣同埋團結真係一個啟發。我哋要將呢份保家衛國、服務社會嘅精神傳承，立刻加入義工行列，傳承服務社會精神。